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。第9個賽馬日，25年10月8日，跑馬地夜馬9場賽事，C+3賽道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8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暴風雷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2，一次第3。第二隻1號客家之光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1。第三隻3號華美之威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3。第四隻10號星雲浩騰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。第二場165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標之亮子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2。第二隻12號美麗歡聲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，一次第3。第三隻10號翠兒威威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第四隻2號紅海勁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5號杜月橋，近2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二隻6號星火燎原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三隻11號聶寶勤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四隻4號天下寵兒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四場165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4號勁進居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2。第二隻11號堅多福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三隻10號標之星球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四隻12號志旺財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2。第五場10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1號快樂寶寶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二隻6號同滿滿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。第三隻3號正益大師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四隻1號聖萬金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六場165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8號領航天子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第二隻4號型好威風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2。第三隻5號暴風之子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3。第四隻10號包燒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3。第七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鴻圖新星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二隻6號環球英雄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2。第三隻8號東來欣賞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，一次第3。第四隻12號科創世紀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第八場12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2號人人有餘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二隻3號勁進王者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三隻8號長勝金剛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一次第2。第四隻6號魅力寶區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九場1200米3班，
癲佬嘅心水係6號川河洞區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第二隻5號天外迎天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1次第2。第三隻12號樂勝天下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。第四隻9號時尚風趣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